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嗱，大家睇下以下呢幾個畫面，我問你服唔服？五一假期，大陸人湧去山東泰山旅遊，好多人呢冇 book 酒店，以為用其他方法可以過一晚嘅，結果就出現呢個場面啦。無數人要喺廁所過夜，瞓喺尿兜旁邊。另外咧，深圳嘅大梅沙又出現奇景啊！沙灘上人比浪多，可以用插針都插唔到去形容嘅。如果遊客坐喺沙灘，佢睇到前邊嘅美景呢，就係人哋個囉柚。如果前邊嗰係香港第一美女高官粗口娟麥局長，咁當然係一種享受啦。如果前邊係一個大媽或者大叔呢，我問你點頂？嗱，不過顯然咧，大陸人呢有幾享受咁，非常享受呢種受難旅遊啊！就視為一種旅遊嘅品味啊，反而咧，大陸遊客去到香港西貢鹹田灣露營，香港政府唔俾佢哋依法抌垃圾，唔俾佢哋用抌垃圾呢種愛國行為維護國家安全同領土完整呢，偉大嘅祖國同胞啊，就理直氣壯咁表達不滿啦，挺身維護國家尊嚴。還好香港媒體好醒目啊，好快咧就將相關嘅影片下架，就免得得罪偉大嘅祖國同胞啦。馬上咧，香港網民就用媽媽聲去讚美香港媒體啦。香港媒體呢種醒目嘅表現咧，亦真係抵讚嘅。嗱，今次撈新聞又救咗香港啊！文體旅局長羅淑佩應該馬上同撈新聞嘅高層咧講聲多謝啦。嗱，呢條片我先用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分析下中國大陸同大陸人啊種種嘅旅遊奇觀，同埋呢啲奇觀背後嘅深層信息咁。嗱，先講香港西貢鹹田灣嗰單嘢先啦。五一黃金週咧，大量大陸旅客湧入西貢嘅沙灘，咁當然啦，論到擠迫程度咧，同深圳大梅沙就冇得比嘅。嗱，不過咁鹹田灣都有幾百個營幕，嗰度咧講緊千計嘅人咧喺度露營嘅。當然啦，公道啲講咧，呢啲露營人士啊，大陸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啦，大多數咧都有公德心嘅。嗱，不過咁只要2成人冇公德心，亂咁抌垃圾，已經就大鑊噶啦。一個沙灘200幾人亂嚟嘅，要幾多人手幫佢哋執手尾呢？嗱，呢個情況唔係今日先出現嘅，根本一早都有啦。香港漁護署一早已經承受公眾壓力噶啦，就要求佢哋嚴厲啲執法啦。叫佢哋咧認真啲檢控嗰啲違規人士啦。於是五一假期啦，真係有啲漁護署嘅人員咧，向啲亂抌垃圾同破壞環境嘅人咧，開出定額罰款啦。每一位定額罰款3000蚊。5月3號咧，有個大陸男子就俾漁護署罰咗3000蚊。咁啱得咁巧喎，當時撈新聞有記者喺現場啊，咁就馬上訪問呢個被罰嘅男子同埋佢同行嘅朋友。點知道咧，呢位祖國同胞咧好串嘴喎，佢用優雅嘅普通話就表示咧，乜嘢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廢話啦。更加咧串翻記者講出一句金句啊，咩金句呢？就係話我覺得很可笑，我交錢不就行了嗎？再補充多一句，違規者有沒有權利不帶走垃圾？跟住再喺鏡頭前邊報煙，態度非常傲慢啊！哇，咁嘅情況，香港人睇到梗係嬲啦。於是咧，呢段撈嘅新聞片馬上網上瘋傳啊！好多人咧二次創作，大搞網絡迷因。呢條片仲上埋台灣某啲媒體添，大家就再次睇到民族偉大復興嘅威力啦。呢單嘢本來笑料一宗啫，香港人其實都習慣晒啦。不過咁令人流出眼淚嘅係撈新聞突然唔知點解將呢個報道咧，包括埋條影片全面下架。撈新聞係收到某啲人嘅警告提示抑或撈自我審查，自己唔想得罪偉大祖國同胞呢？呢度就唔知道啦。總之啦，呢件事咧就透視出幾層嘅信息嘅。第一，嗰句交錢不就行了嗎？咁即係點呢？即係俾錢大晒咯，交咗罰款可以亂嚟噶啦。所以下一句咧就係違規者有沒有權利不帶走垃圾？即係點咧？即係你都罰咗啦，我跟住可以盡情違規噶啦。亦可以咁講嘅，呢幾位偉大嘅祖國同胞啦，將罰款咧就當成清潔費。呢個情況咧，馬上令我諗起電影《古惑仔》入邊一個場面。有一場戲咧，吳鎮宇飾演嘅靚坤違例泊車。一個外形十分昂直又柔弱嘅軍裝差佬就同阿靚坤講：先生，呢度唔可以停車嘅。靚坤就用吳鎮宇嗰種千篇一律嘅表情攞幾嚿水出嚟，同呢個昂直柔弱嘅差佬講：
嗱，我馬上交罰款，你好好地同我睇實架車啊！我架車有咩事，唯你是問噶。然後咧，靚坤後邊一班流羅靚仔咧就一齊笑啦。嗱，呢場戲其實咧想表達出靚坤嘅性格有幾囂張啦。現實之中咧，呢個差佬可以一聲不響抄完牌，再 call 其他部門拖走架車都得噶。問題只係差佬係唔係怕麻煩，係唔係欺善怕惡啫？事實上咧，如果用成本去計罰咗嗰3000蚊都唔夠香港嘅清潔費噶。因為第一啦，唔係每一個違規嘅人咧都會被罰噶嘛，咁所以被罰率咧唔係100%嘅。第二咧，3000蚊嘅罰款唔係俾清潔工人嘅支出咁簡單噶，背後仲有一大堆公務員嘅行政費，嗰度咧一張罰款單隨時講緊千聲行政費噶，所以香港政府根本係蝕本俾呢班人嘅。總之，任何文明社會都唔會接受罰款係當清潔費嘅，罰完錢就可以盡情違規呢種觀念咧，冇乜地方可以接受嘅。就算文明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超文明中國都唔會接受啦。呢啲祖國同胞就應該係知道嘅，偏偏咧佢哋就係夠膽咁串喎。香港人不滿咩？香港媒體馬上識做啦，將新聞下架，唔俾香港人知道有咁樣嘅事。就令香港人唔知道就冇憤怒。嗱，各位呢啲咪用心良苦咯。呢度咧我又岔開講句，我有位移居英國嘅朋友，佢就同我講啦，佢同個女咧係一齊聽和你看天下嘅。點解同個女一齊聽呢？第一，因為我唔講粗口；第二咧，我成日用好多成語，所以佢個女可以學多啲中文。嗱，總之啦，香港人知情權越少，滿意度就越高啦。一切都係為大家好啫。嗱，我覺得咧最頂癮嘅係鹹田灣嗰啲祖國同胞嗰句違規者有冇權不帶走垃圾？呢一句嘅重點係有冇權啊！一棵喺原居地乜嘢都冇嘅韭菜，去到香港可以突然多咗咁多權嘅，可以咧突然個人權利大膨脹嘅，大家話過癮唔過癮呢？大陸冇嘅嘢嚟到香港馬上擁有，唔止擁有仲可以濫用添。話呢啲咪香港最吸引大陸旅客嘅地方咯，香港旅發局應該加強宣傳呢個部分啊嘛。於是就住呢句嘢呢，我哋大家一齊又睇下大陸人喺大陸旅遊又得到咩嘅待遇。5月2號，大陸極目新聞報道，成千上萬人湧上山東嘅泰山，呢啲旅客唔係一日來回，但係佢哋又冇預訂住宿嘅，總之上咗山先算。突然呢，泰山出現大風大雨氣溫就降低啦。結果呢啲遊客呢，四圍揾地方躲避。山東嘅酒店呢，哇，好識揾錢啊！馬上推出酒店大堂打地鋪，每位100蚊人民幣。亦有餐廳提供呢，進店休息到凌晨3點半，每位60蚊，有暖氣可叉電。點解留到3點半就要走呢？咁我相信餐廳要準備第二日做生意嘅，所以凌晨3點半要清場啦。不過咧，更加多人湧入泰山嘅公共設施，連廁所都瞓滿晒人，一大排人咧瞓喺尿兜旁邊，哇，場面偉大動人啊！有遊客同記者講，佢原本咧想夜遊泰山睇日出，結果見到咁多人想走，但係又落大雨，唯有入廁所就瞓覺啦。OK， 問題嚟啦，有人就想用廁所，咁點呢？咁梗係用唔到啦，唯有點咪四圍揾位自己搞掂咯。所以第二日淨係幫呢班人清理大小二便，已經係一項浩大嘅工程啦。泰山景區嘅工作人員回覆記者話：泰山都講明嘅，唔准露營。想睇日出咩？應該訂酒店。天氣惡劣咩？唔關佢哋事。點解唔控制上山嘅人數？泰山景區冇回應。原來早幾日5·1假期一開波啦，已經成千上萬人湧上泰山噶啦。有人為咗打卡爬上啲石壁上面影相。由於爬上石壁嘅人太多呢，於是以大陸人嘅 DNA 必然呢就大打出手啦，咪嚟一次泰山 MMA 啦。結果點呢？打到有人由石壁上邊踏落地，終於就完成到成龍同洪金寶年青時候嗰啲經典嘅動作啦。影片所見有人打到出棍，有人用自拍神器作為武器啊！工作人員勸都勸唔掂啊，咪場面一度失控啦，咪由佢哋打噶咯。更搞笑嘅係有人爬上石壁，不斷揮舞5星旗，
有網民睇完嗰啲片咧就留言啦，話唔使扯5星期啦，都知道佢哋係偉大強國人噶啦。有大陸網民就慨嘆啦，話丟架丟到上泰山，我就覺得奇啦，點解泰山唔可以丟架嘅呢？嗱，我覺得啊，呢啲先係泰山真正嘅武功啊！大家以為少林嵩山、武當山、峨眉山先係武俠聖地喎，錯啦！其實泰山 MMA 先係最實用、最有實戰能力嘅功夫，只不過咧一直被低估啫。嗱，我馬上就諗到啦，大陸旅客嚟香港，馬上咧就講權利喎。點解喺泰山又唔講權利嘅呢？會進入泰山要買門票噶。資料顯示，泰山入場費成人呢115蚊人民幣，3日內有效。即係點呢？即係一張飛3日之內可以多次進入泰山嘅。不過咁要預約噶。搭吊車上山呢，單程100蚊，景區巴士單程35蚊。喂，各位都唔係平嘅。點解大陸人唔講一句我覺得很可笑，交錢不就行了嗎？點解寧願死死地氣瞓喺尿兜旁邊過夜呢？今次就輪到我講一句啦，我覺得很可笑，交錢不就行了嗎？點解大陸人喺大陸旅遊可以咁鵪鶉，嚟到香港可以咁大爺嘅呢？點解大陸媒體都夠膽報道呢啲大陸人嘅奇觀，香港媒體竟然唔敢報道大陸人喺香港嘅優雅違規呢？呢度就令我諗起4個字啦，遇強即屈。大陸人知道嘅同阿黨經營嘅景區鬥都冇用，爭都冇得爭啊！於是自動地變成一隻服從鳥。嚟到香港呢，香港政府會遷就佢哋，有咩事呢？必然大事化小嘅，甚至根本都驚咗偉大祖國同胞啦，所以唔使擔心嘅，可以盡情玩樂。嗱，呢種呢，其實係一種大陸人嘅生存智慧嚟嘅。簡單啲講，欺善怕惡，能屈能伸，冇心理包袱嘅。OK， 另一個角度去睇，大家有冇諗過？正常人都知道啦，五一假期嗰啲大陸嘅著名景點啊，必然咧逼爆人嘅。呢種情況年年都係咁噶啦。點解大陸嘅遊客仍然要湧去呢啲景點嘅呢？你估真係唔使錢咩？要俾錢入場噶嘛？我嘅分析係喺大陸人嘅世界觀入邊，質素唔係考慮嘅重點。最緊要係點呢？人去我去，人有我有，五一假期有活動就算噶啦。係去享受啊，抑或去受苦受難呢？唔緊要嘅，唔係問題。最緊要打發時間，只要去過某個景點呢，就已經滿足噶啦。大陸遊客最緊要喺某啲地標景點打下卡，影幾張相，放上小紅書，咁就已經係一次旅遊嘅體驗噶啦。旅遊質素、旅遊品味呢啲鬼佬洋人嘅諗法嚟嘅，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大家睇下陝西華山最多人打卡嘅位置係邊度呢？就係一塊刻有華山論劍4個字嘅石碑。點解會咁嘅呢？因為金庸武俠小說最經典嘅場面咪華山論劍咯。而華山呢，真係有塊金庸題字嘅華山論劍石碑喎。但係咁，嗰塊石碑擺嘅位置呢，影相就靚啦。不過地方狹窄呢，有排都排唔到隊埋去影相，咁點好呢？大陸人真係叻啊，聰明啊，就喺華山其他位置試立一啲 A 貨嘅華山論劍石碑。呢啲 A 貨嘅石碑呢，過癮之處係真係盜用咗金庸嘅題字喎。即係點呢？即係單單睇嚿石啊 ，A 貨同正版係一模一樣嘅。大家話好唔好笑呢？好啦，咁試立呢啲 A 貨石碑嘅人啊，有咩目的呢？好簡單啦，就係吸引人流啦，然後點啊？喺旁邊做生意咯，例如賣下紀念品咁啦。點解景區唔制止呢啲情況呢？好簡單啫，有人疏通咗景區啲領導咯。終於4月尾啦，中共嘅旅遊局就出聲啦，華山景區好配合啊，馬上拆晒啲 A 貨華山論劍石碑，仲話咧要追究啲違法人士咁。由呢度就可以反映到啦，大陸人上華山睇風景唔係重點，去華山論劍石碑前邊打一打卡影張相先係唯一嘅重點。呢啲咧就係所謂小紅書旅遊啦。最緊要嘅點咧，有相片放上小紅書，刷一刷存在感，收翻幾個 like， 咁咧就乜都滿足晒啦。仲有依家大陸咧進入咗演算法旅遊時代，大陸人去邊度玩完全就跟網紅推介。網紅紅抑或唔紅咧，就睇演算法。
一到假期啊，抖音嘅演算法就大力推播旅遊資訊，於是大陸人呢好似中咗邪咁，就撲去呢啲景點啦。所以前邊講啦，有網紅推介深圳嘅大梅沙，咁馬上大梅沙就逼到黐線啦。去海灘睇唔到個海嘅，淨係睇到前邊個人嘅，大家話好唔好玩呢？有網紅就介紹深圳梧桐山，結果梧桐山出現破紀錄5萬人上山，一條咁嘅山路全部係人嘅。有人形容個場面簡直係6大派圍攻光明頂，呢啲唔係演算法旅遊咯。旅遊唔使講質素，生活唔使講質素，仲有乜嘢佢哋係講質素嘅呢？我以上呢個問題大家千祈唔好問啊！我依家不小心發問咗啦，我都驚呢一條片好似撈嘅新聞片咁被下架。最後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記得撳埋訂閱旁邊嘅鐘仔。另外個設定，請你設定為全部接收，咁我哋一有新片就可以通知到你啦。請支持下我哋嘅超級感謝啊！拜拜。